我揸夜更的士嘅，但係每晚最後一程都會留俾最特別嘅客人。大叔去油麻社區中心。上車啦，妹妹，咁夜仲去舞台排練？伴着方愛愛會自薦。聽日揾角，我驚醜，聽人笑我，驚導演唔揀我。唔使驚，用心演就夠噶啦。多謝你鼓勵我。你頭先喺度？個妹妹好似我，好想幫下佢。冇信心？呢段戲要兩個人，但係我冇 partner，好難演啊！我幫你啊！好啦，再嚟一次。小蘭，你真係肯幫我。咁咪試下咯，總好過你一個人喺度打轉啦。多謝你啊，小蘭。1、2、3、4。Yulia，今次一定得。很好，難得你冇 partner，將雙嘢演到咁好，恭喜你入選。多謝。咦？去咗邊度嘅？小姐，你揾人？我想揾頭先幫我一齊演出嘅姐姐，多謝佢。一齊演出？頭先只得你一個喎。順利嗎？順利，但好奇怪，有個姐姐幫我，但其他人都見佢唔到喎。或者佢係天使呢？天使？